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9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日本的青森东部外海，昨暝是发生地震，规模是7.5，深度是50公里。目前所在有23个人受伤，这港边嘛出现海啸，升起来到70公分高。早起是又搁发生这规模6.4的地震尾。半暝时，雄雄传出声音，厝内的物件摇来喊去。这是北海道一搭邻家厝伫咧地震的时阵翕到的影像。除了拄仔咧喊，镜头正手边徛顶的物件嘛，互人感受到这场地震的威力。来自法国的游客家伫北海道主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函馆，煞拄到地震。Oh bah juste le sol qui tremble quoi, et tout qui tremble quoi. High building. OK. Escape high building. OK. 根据气象厅观测，这场大地震发生伫12月初8暗时11:15分，震央伫青森县外海80公里，深度50公里。政府发布海啸警报，甲9万人发布特例令，而且预测海啸侵了日本东北沿海，上悬可能来到3公尺。警报的范围包括北海道、青森县甲岩手县。气象厅表示，真侪港口测到20至70公分高的海涌。私からは直ちに、国民に対して、津波や避難等に関する情報提供、適時的確に行うとともに、住民避難等の、被害防止の措置を徹底すること、早急に被害状況を把握すること。气象厅表示，就这个地震的地点来看，过去捌有地震连续发生的通报，所以提醒未来有可能出现更较大的地震。也若海啸方面有可能观测到更较悬的海涌，呼吁民众唔通挖进海墘甲河口。1週間程度、特に今後2、3日間につきましては、今回の地震と同じく最大震度6強程度の地震に注意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当局指出，这个测到长周期的地震，也就是2秒以上，海较大力，速度也较慢，对较悬的大楼会有明显的影响。交通的方面，东北新干线福岛站到青森站之间，上北的列车已经停驶，一直到车到透早，岩手县境内东北本线拢停驶，2班列车赶紧停落来。电力的方面，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甲第2核电厂拢无发现异常。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咧早暗的7:24分，伫咧咱台湾花莲近海嘛发生规模5.7的地震，花莲上大的震度是4级。花莲夜市啊有装置艺术的招牌嘛，叫摇甲落落来。这气象署是提醒讲，3天内也有可能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嘛请民众爱特别注意。地牛熊熊变身，店员行甲揽做伙。花莲近海初八暗时7:24分发生规模5.7的地震。伫大力咧摇的时，东大门夜市也传出真大的声音。原住民一条街入口迄搭有差不多200公斤的装置艺术扛棒，全安尼落落来。旁边那个东西就突然往那个店家飞，刚好有客人，刚好而且客人一看到就马上闪掉这样。店家派6、7个人合作，才顺利把这扛棒搬去边仔放咧。加在并无伤到别人，也是注意赶到现场，先用红大甲围起来，避免民众挖进。当时那个地名下去有没有？然后前面就是刚好牌楼倒塌了，招牌倒下来，我们就跑过去看，立马就围起来。很久没有来花莲，久久来就遇到一次，都是好运。不会，下次又不敢来。不会，再去买一张乐透。这个规模5.7的地震是属于真浅层的地震，深度是24公里半，上大震度花莲南投有4级。地震测报中心表示，主要的原因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大陆板块小溪所致。未来3天要是爱注意规模5到5.5的地震尾。也因为它是极浅层的地震，所以造成附近有比较高的一个震度。那根据我们研判，因为这是一个规模中型的一个地震，它后续大概在3天。民众还是要注意规模5到5.5的地震。这届地震，台北市也有感受到，台北捷运列车有先停落来，随后恢复正常。加在各地并无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也毋过未来3天要是可能发生地震尾，提醒民众最近要是爱保持警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日伫各地早起甲暗时拢较凉冷，气温大约是17至19度。咱来看温度。今仔透早，北地上气温伫咧南投的中寮，敢若12度4；北部宜兰、花莲这高温是21至23度，其他地区的高温是26至28度，规天的温度是差真侪。另外，伫咧基隆北海岸到大台北山区、宜兰最近的雨水有较侪，下半晡开始天气会较暖和。
继续来看邦桥一间连锁餐厅，礼拜一这半暝饭店堵过，发生加速爆炸事件，嘛造成6个人受伤，嘛影响到附近的徛家加店面。目前受灾户登记有29个人。业者表示讲，这店面顶个月才拄消防安检通过，嘛会全力来配合调查。这市长侯友宜嘛表示讲，伊来调查到人为的疏失。路一阵人伫咧行，突然间“砰”一声真大声，看板落来，玻璃破去，喷在路的，真侪过路人受影响，甚至有人倒伫咧涂骹，附近的大户也真惊。好险床在这一侧，也好险衣柜正好摆在那儿，也正好是那一片，只有那一片破掉，这边也破的话，那很可怕。或者没事还好啦，东西就只好想办法。伫边受灾户厝内是规个乱糟糟，窗仔门厅喷到客厅内面，玻璃破去，也甲规涂骹，拢是隔壁栋2楼店面造成的。家里一些玻璃都碎掉，还有冷气，甚至还有那个我们的铁窗，整个都冲到那个客厅啊。这些球场，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损坏的啊。我们第一个想法是还好姐姐没事，那个时间如果是比较早一点，姐姐都在客厅活动。之下就完蛋，因为我们刚好是对面，我们最严重的那一个。警消伫现场戒备有封锁线，代志发生的地点伫新北市邦桥区重庆路的巷仔。相关人员初步看起来讲是2楼餐厅定时杯加精鲜店台雅素汤伫初八透早12点半爆炸。在11月26号检查结果是符合规定的，他们的串接是4桶瓦斯，然后合计是76公斤，是没有打管质量80。那另外它的管线跟它的储存空间都是符合我们相关的法令规定。爆炸了后，餐厅内面的天棚的管线规拢爆出来，真侪钢筋拢看现场乱糟糟。不过已经无伫咧营业啊，哪会突然间爆炸？雅素讲头是毋是有漏气？店内装的漏气警报，抑个紧急夜灯装置是毋是有发挥作用？也搁会调查。业者讲会全力配合调查，提供受影响的店面甲民众必要的协助。1到3楼的部分呢，我们初步发现呢，有相当多一些呢结构方面的损坏的现象。这整栋大楼的安全呢，我们预估在大概2周到3周之内呢，我们把它完成一个详细的一个所谓的安全的检查。这场爆炸后，案发建筑物的大楼层有结构性损伤。虽然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讲大楼应该是免拆，不过2-3礼拜内会全面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咧中华的溪湖是一栋5层楼高的透天火烧，内底有一个102岁阿嬷是未赴走不幸来过身。因为这个大做火细汉后生是砸着伤，目前已经出院，导火原因是搁爱调查。救护车赶到位，赶紧将受伤的民众送去病院。中华溪湖镇伫初八半暝晚2点的时阵，一栋5楼高的透天厝伫1楼的一间房间熊熊发生大火，消防局出动12台拍火车、3台救护车前往救援。一位102岁时大走背妇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只有的位置为1楼，阿嬷受困的房间是在1楼。那我们消防员立即布线及入室，将阿嬷救出，给予 AED。卢卡斯等急救处置，后送彰化医院。火灾现场房间的窗仔拢予大火熏甲乌麻麻，玻璃嘛拢破去。火灾调查人员伫现场来回采证，人住伫台北的后生接到消息嘛，透暝赶转来中华了解状况，表示弟弟平常时拢困伫楼骹照顾100岁的妈妈。着火的时阵，弟弟甲救走出来，人无啥要紧。困楼骹，困伫个边啊，通院。当时啊，人不咧说啊，小弟。是后生在讲，赶紧啊，怎要出院啊？我外头大概4点外起来，我5点就到这就暗搓搓，无看半下，无人拢走。消防局表示，这场火灾造成一位102岁民众过往，甲一位60岁民众砸着伤，轻伤的民众目前人已经出院，详细事故原因也阁需要调查。消防局嘛提醒，最近站较凉冷，未少时段会用电炉加电烧炭保温暖，爱特别注意这种高功率的电器，莫插烟灯线，爱甲交导火物件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避免使用无正确引起火灾。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卫生部公布长照3点控政策明日实施，加入50岁以下失智患者，佮有青壮年中风的个案，要检讨因的工课场，保护因的工作权。
再是中国时报，前总统蔡英文密切铺文，讲发展力量应该是跨党派共识。发展过程当中，若发生贪污的案件，嘛应该严格来查办。最后是自由时报，美国公布国防授权法案，军援台湾上济到10亿美金，加强海巡合作，开发无人机。不过邀请台湾来参加环太平洋的军演，这个部分已经放弃掉。也针对美国这版的国防授权法案，有学者就表示讲，这版是展现出美国跨党派支持台湾的态度。不过，这川普政府敢会来照拼照行，搁来继续观察。Happy 85th anniversary! AIT 组长郭立言加咱外交部长林佳龙决定庆祝促进台美人才交流会全球领袖人才参访计划 IVLP 85周年，也宣布明年会在台湾准会举办美国建国250年展览。IVLP 已经串联起190个国家，超过23万名领袖，其中也包括1300位台湾学友。这些连结不仅打造出专业人才网络，促进合作，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台之间长久以来的友谊。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美国政府与国会跨党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未来台湾会继续与美国以及全球民主伙伴携手合作，为印太地区及全球的和平、自由与繁荣贡献心力。我伫咧2004年参加计划总统赖清德强调台美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和平。而讲这个时阵，美国参众两院经过协调了后，公布上新版的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有关台湾的部分，包括继续列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军援台湾经费上悬10亿美金，差不多代表313亿，并且要求美台伫咧无人机开发、生产，还有海巡联合训练加强合作。不过本来参议版本内面有建议，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问题被删掉，学者认为是这件代志太过敏感。因为这个议题比较敏感一些可能要白宫拍板定案。但是重点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落实它。2025年的国防授权法，其里面就有这10亿美金非常类似的内容。可是川普20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做。学者讲，法案的相关内容展现出美国国会跨党派支持台湾的力量。不过，美国行政部门是不是会照会做，也怪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也讲到最近中国甲日本的关系紧张，日本防卫省去指控中国军机用雷达照射来上准因的 F-15。有专家就讲，这种军机顶头的雷达通常锁定的后一步就是发动空袭，中国可能是要试探日本的底线。中国日本关系紧张。日本初次指控中国军方2架以雷达照执行任务的航空自卫队。军事专家认为，中国这个举动恐惊会引起中国日本的战火，因为战斗机用的雷达一般用伫2个用途。巡逻的时阵会拍开超吹雷达，找头前的障碍物或者是敌人，并若发现不明的目标，就会去追踪。不过雷达若进行锁定，使用连续炮持续照明目标，那安尼后一步就真有可能是发射飞弹。就开火前的最后一关了，所以被判定为高度的敌意行为。那特别是它是在领空之外，也就是伴随着辽宁号航线战斗群，这远海航训，然后在出宫古海峡的时候，在台湾东北东方，也就冲绳南方的位置，就是跟日本的军机遭遇，那就采用这种攻击性的手法，这是非常不智的。面对中国铺设地带的威胁，台湾恐惊袂当结外挂。组织分析，咱国若拄到类似的情形，会有3个阶段来应用。第一，直接闪开，用真大的距离、大幅度转弯，脱离雷达的锁定。对方若持续有敌意的行为，会当射日焰弹来干扰。最后若国不利将，就会反击。F-16退役的政治教官黄永德强调讲，飞行员伫无接到命令进前，绝对袂当乌白锁定，因为后一步都是发射。第一击不在第一线的飞行员手上。是在国防部部长的手上。如果他有追、有敌对的行为、有相对性的动作，这时候上面高层的决策就应该要决定这个构不构成比如说这个战机飞行员有没有危险，或者是他已经开枪，或者是甚至发射飞弹，然后我们躲过去了。这个就是有你的所谓的第一级的界定。
根据了解，中国军机长久以来对台湾普设的侵扰，国军虽然有同步空中监控，目前双边并无传出有雷达锁定的事件。不过，黄永定嘛讲，其实美国设4.5台以上的战机，火控系统甚至会当免透过雷达，是透过 EOTS 电光标准。亲像去年中国举行联合来剑2024A 的演习了后，咱国嘛头一届提出 F-16V 战机使用暗角手先进标定吊舱、标定歼16甲轰六战机的画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甲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今年10月拄则超过泰国甲柬埔寨停火协议，无到2个月，即马双方又搁伫咧边境拍起来。泰国是发动大规模空袭，嘛造成边境居民是有路无厝，大规模来撤离。无远的所在就听到激烈的炮火声，边境城镇柬埔寨居民赶紧收行李撤离。泰国甲柬埔寨又搁伫前日的边境发生冲突，双方交战致使一个泰国士兵死亡，真侪人受伤。泰国空军出动 F-16战机对柬埔寨发动空袭，两国边境的居民大规模撤離。泰國教育部下令關邊境641間學校。នៅវេលាម៉ោង 9:05 នាទីយោធាថៃបានវាយប្រហារមកលើកម្លាំងកម្ពុជាដោយប្រើប្រាស់ប្រភេទយន្តហោះចម្បាំង F-16 បន្ថែមទៀតនៅក្នុងភូមិសាស្ត្រស្រុកស្រអែមខេត្តព្រះវិហារ 对新一轮边境战争，泰国甲柬埔寨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协议。泰国军方是讲，是柬埔寨先用 BM-21火箭炮攻击泰国的百姓，唔只有即届的冲突。泰国是为了压制攻势，唔只系快速调派 F-16战机攻击真侪的柬埔寨的军事目标。面对指控，柬埔寨表示，敢若采取防御无拍倒转去。รวมทั้งมีการประสานขอรับการสนับสนุนการใช้อากาศยานของกองทัพอากาศในการปล่อยนะครับอาวุธนะครับเพื่อยับยั้งการโจมตีของทหารกัมพูชาซึ่งถือเป็นความจำเป็นใน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ตนเองหลังพบว่าทางฝ่ายกัมพูชามีการใช้อาวุธยิงสนับสนุนต่อฝ่ายไทย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ครับ泰国国防部表示，已经有超过3.5万的居民离开边境去避难所，还佫有较侪人逃往其他所在，也是去投靠亲友。柬埔寨的小学嘛，赶紧通知离开学校。泰国甲柬埔寨的边境因为划分无清楚起冲突，已经1世纪外。因为当时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两国的边界由法国制定。今年7月，两国就因为领土的问题发生5天的冲突，当时造成43人死亡，30万人有路无厝。一直到10月，伫美国总统川普甲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的协调，泰国甲柬埔寨才签署和平协议。即马佫发生冲突，嘛互外界解读，本来互川普当作是外交突破的和平协议，恐惊面临破局的风险。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日咧西非国家奈及利亚，在1月底是发生一件天主教学校有超过300名的师生向集体绑票事件。目前这案件上新的进度，是有100个囡仔会释放放出来。因伫咧东非国家苏丹，是有一间幼稚园叫无人机来攻击，造成900人的死亡，有一半拢是囡仔。空野野的宿舍甲散规涂骹的物件，看会出来匪徒入侵当时正乱。这场在1月2日伫奈及利亚尼日州的大规模校园绑票案，引起国际的关心。当时受害的天主教寄宿学校圣玛丽学校内底有315个师生，一名拢互掠去，上细汉的敢若5岁。这原来是2014年圣剑组织扑克圣地犯下300个女学生绑票案了后，奈及利亚受害人数上侪绑票案。But we have the ages between ages 5 to 18, 20 that are in the hands of their captors. So, but the parents whose 4 children are there. 匪徒拄啊掠走大电视省的时阵，有差不多50人家己脱困转厝，尸体互人控制的人质剩265人。根据联合国也甲当地媒体所传的上新消息，其中有100人会当伫册北得到自由，送转去奈及利亚政府的手头。不过，内国政府无愿意说明，因是透过协商还是武力，才会当达成这个人质释放。I miss them. If you sleep, and if you sleep, even to feed. 2023年4月，就开始内战的东非国家苏丹，原来发生一件真惊人的事件。
苏丹南部的科尔多反省一间幼儿园，顶礼拜四2架气无人机飞弹攻击，造成师生甲赶往现场的医护严重死伤。当地医疗组织苏丹医生网络甲苏丹政府武装部队拢指控，这件攻击是武装组织快速支援部队 RSF 所做的。公益新闻翁如梅编译。澳洲最近火烧山的事件严重，到目前也超过50个所在，即马是也在烧。伫咧新南威尔斯，佮传出讲有一个消防人员因为拍火来殉职。也伫咧印度的克什米尔，因为最近是空气咧歹，风背营也咧大蒙雾，嘛出这个出名的观光地区，规片是乌天暗地。烧热大扫佮透风，互大火直直炭去。澳洲新南威尼斯甲昆士兰省消防人员伫咧火场拍命咧抢救，现场会当看到大片的草布已经烧到臭火焦。执行拍火任务的直升机直直咧转水。官方统计，规个州超过50大个火点又搁咧烧，部分地区甚至封路避难。It's a really dark day for us today, and it's a difficult day, and it's a difficult day for everybody who's involved in the fire service. We've seen, particularly over the past week, all different agencies come together to try and protect communities, be they the RFS, be they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be they Fire and Rescue. And we've seen the community go through a number of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have made it through those challenges, and we've seen the devastation. 官方证实，一个59岁消防人员伫执行任务的时阵，互倒落来的树仔甲击到，当场无心跳，急救了后也是救无回来。这个意外互外界搁再一届体会到火场的无确定性甲危险性。消防局指出，数百个消防人员连续过6天透暝咧抢救，也是有16栋厝拢互烧害去。养那巴布亚球的印度 Kashmir 山坎是互高高的蒙雾大掉咧。斯里那遮的地标西京塔甲达尔湖等等有名的地点，伫咧蒙雾当中强要看无，因为冷空气落南，无啥风，污染物吹袂散 ，PM2.5 指数超标，互观光客甲居民拢直直讲，已经无成记忆当中的天堂啊。मैं पहले 2016 में आई थी, यहाँ पे बहुत सुंदर था, इतना पॉल्यूशन भी नहीं था. तो अभी ऐसा लग रहा है कि बहुत ज़्यादा पॉल्यूशन है और ऊपर से मतलब ऐसे स्मोगी है. ऐसा लग रहा है कि कश्मीर का सुंदर दिख ही नहीं रहा है. तो अभी मेरा 澳洲甲 Kashmir 拢是极端气候带来火灾甲污染等等的冲击，也显示全球暖化之下，极端气候的频率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也伫咧法国巴黎罗浮宫10月才拄着贼头11月是又搁发生漏水事件。这馆内埃及这古文物的部门，差不多有400本的期刊甲科学文件是拢总受到损害，加在是拢也会当修复。这工会嘛宣布讲要对12月15开始来发动罢工，抗议这欠人的问题是到今拢无受到重视。法国技术人大报报道，这件漏水的代志发生伫咧11月2日，地点是卢浮宫埃及古物部门的图书馆3间资库之一。卢浮宫的副馆长史坦伯克吹切证实，目前确定有300-400本历史受损，即马也搁伫咧清点。伊讲，受损的部分是埃及学家普通时伫咧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的期刊，一个科学文件。这个拍打了会当搁再整起来修理好势，因为罕有的管状文物是无受影响。这边漏水的原因是电区的一个已经关几多个月供应暖气甲液压管线系统闸门无顺利互人开开，造成天棚的管线漏水。卢布强讲，管线的问题已经真久啊。不过因为预算的限制，是在2026年9月才会完成的。在此进前，因会强化安全措施，避免人为的疏失。卢浮宫是全世界上侪人参观的博物馆。今年10月才发生偷地案件，当天白日有4个歹徒走入去，甲上亿美金的珠宝偷提走。11月因为结构问题，又有一个电梯封起来。法国审计机构报告讲，卢浮宫长期无法度改善老旧设施的原因之一，就是开伤侪钱去买艺术品，无伫咧做基础建设。为了要调集现代化改造所需要的资金，卢浮宫伫咧最近决定，明年开始，欧洲以外游客的票价要对22块欧元起到32块，差不多大票1180块起45%。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今日国际上要有啥物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总统罗清德提出400亿美金的国防特别预算案。法国的参议员最近小耍伫咧社群平台 X 顶端铺文，讲这对维护区域稳定甲世界安全是真正重要。
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来指控讲，最近伫咧南海南沙群岛的附近巡逻，中国所挑工来射出3粒的照光弹，未来起事，加在是无引起任何事故。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已经同意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伫咧符合国家安全的条件之下，允准飞达的晶片来出口去中国。不过美国是爱抽价25%。英国媒体观察家报来发表这全球的 AI 指数排名，台湾是第16名。不过其中伫咧开发、甲人才、商业生态等等，所拢敢若排伫咧30名左右。有业者就讲，这台湾的市场受过细，长期的硬体是强过软体，较好开发出家己的品牌。台湾晶圆制造业、IC 封装业全球排第一，有半导体王国的名声。不过 AI 发展全球排名毋是排头前。根据英国观察家报上新全球 AI 指数的排名，台湾为去年的21名进步5名，排第16名。根据9大项目的评比结果，台湾伫基础建设甲政府策略分别排第7甲第8。不过有关开发能力是全球27名，商业生态第30名，人才是第33名。经济部产发署长柯基辉答问分析，台湾 AI 整体发展高甲差的项目差真明显，认为台湾爱更加努力，才会当真正徛上 AI 世界舞台。缺少一个发展软体还有整合应用的环境，毕竟市场太小，那么市场都是在欧美，应该鼓励国内的企业去美国、欧洲设立软体的研发中心。那更重要的是要跟当地的其他企业更紧密的合作。国内 AI 软体研发公司分析，台湾市场规模细，产业生态还未完整，搁因为新技术引进上慢，毋只会差欧美 AI 生态系遐尼济。观察台湾半导体产业链，台积电联电世界先进，大部分是晶圆制造，联发科、联咏大部分是 IC 设计，显示硬体比软体较强。整个部会都有在帮忙。那校园内的话，就是教育部会负责嘛，那校园外大概就经济部跟劳动部。那国外我们负责国外的揽才那个部分。根据国发会报告显示，2025年至2027年，台湾 AI 应用户人才，当年差不多新增加3000至4000人，恐惊人也是无够用。国发会讲，会优化国外专业人才聘请甲雇用，才有法度伫 AI 发展的比赛对着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马祖的防卫指挥部传出去，互诈骗集团来渗透，有官兵是甲这诈骗集团来交结，招阿兵哥甲银行的口罩借互因用，嘛逐个月会当摕3000至5000块。那经过调查呢，这涉案人数已经超过60个人，嘛移送检方来侦办。马祖地区标出国军去互诈骗集团入侵的事件。连江县地检署查到有4官兵甲诈骗集团交结，以每个月3000块至5000块，向国军提供口罩，互诈骗集团使用。马防部收到检方的通知了后，展开内部的大清查，涉案的官兵超过60个人。本案系由连江地检署发动，透过军司法联系窗口，与本部共同查获犯嫌，全程秉勿枉勿纵、刑惩并行原则。将以确定涉案官兵以国军官兵涉诈欺案件惩处参考基准表，依情节轻重核予释处，并依法就办。主嫌的部分已经有法院裁定羁押，那也有这个传唤部分的出租虾皮账户的犯罪行为人，然后后续我们就持续做这个金流的追踪，然后跟确认。检方查出马防部一个姓詹的上司，涉嫌甲东跑收集黑皮卖物件的小号，甲保定的金融口罩，转租予不法集团使用来收钱。目前要持续扩大追查当中，也若立为烦恼诈骗集团掌握军人的口罩、个资甲犯罪证据，敢袂摕来威胁国军交出机密的资料，爱赶紧来防范。这些诈骗集团，他们很多都是跨国的，他有没有可能因为掌握了你们的犯罪？然后回过头来逼迫你们交出国防的资讯，这会造成国安的破口，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够等闲视之。马防部不仅要把这些人绳之以法，该汰除就汰除。至于有人说一次汰除这么多人是不是影响战力？这一群人如果还留在部队，那才真的是影响国安、影响战力。
军方强调讲，案件爆出来了后，马防部随依法主动清查甲处理，已经完成战备编组甲兵力的调整，在无影响防区战备任务的前提之下，甲冲击降到上低。嘛持续强化法纪教育、甲反诈骗的宣导，建立官兵守法的意识，确保战略稳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蚵仔寮渔港的经济海啸最近受真侪商船停wat来，所害到在地渔民，拢无法度去出海掠鱼。有民代就质疑讲，这商船就是无爱落遮的这停船费，才违规停伫咧港外。这市府嘛表示讲，若违规的会请海巡甲因赶走。好天船啊拢无走，一歹天的船讲营运歹，大家走到无半只。高雄蚵仔寮渔港3海里至5海里的所在，四界拢是商船甲货船，雷达顶悬码拢是船仔，数量上侪有甲70只。这个船仔休的所在是咱国经济海峡，嘛是近海船仔掠鱼的所在。渔民计若出海拢爱闪来闪去，还阁有人去弄着商船、货船，煞是无地讨赔。有哪足济有哪，上少拢有十几只伫啊。它不是只有我们这里而已呢，它是延伸到茄萣，到几乎接台南那里，这一整条海岸线都是呢。未代讲，这船仔大部分拢以各种的理由拍定，目前规定上久敢若会当休7天。不过，这船仔煞是停伫遐几个月至1年，即个因是假用各种的名义，想要抓免纳入港停船的费用，嘛无排除有的是为着后一抓任务调度，想要省钱才会休伫近海。就要省费用嘛，他如果入港抛锚。伊就是爱开始收费用啊嘛，停泊费。伊即马清一只，伊免费用啊。侧边下晡为蚵仔寮渔港布环看出去，海面至少有休11只船。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表示，以上港法的规范，船仔有入来咱国的上港，才会当加强检查。商船拍定若去影响渔民作业，这是属于海峡特殊执法的范围，也就是海巡署的权限。不过，海巡署回应讲，商船、货船停的所在，并不是一般拍定的所在，所以是由行政主管机关负责。目前并无相关的罚则，要是一人讲一款。海洋局将持续追踪有大量商船停泊上街海域，倘有将请海巡单位加强驱离相关船舶。海巡署今年到11月底为止，已经有写公文予交通部航港局，拢总有104只厝的船仔，嘛有附相关的事证。希望航港局会当甲这个船仔列做是禁止入港的对象，因为权限下过几个单位，市府已经邀请相关的单位协商来检讨改善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东区礼拜下晡是发生一件攻击事件，当时有一群人咧巷仔拍片，煞有车份人冲过来，讲是去翕到伊，煞摕这螺丝架要来攻击学生，加在这过路人来斗相共，甲人饲条的，移送法办。先结果，等一下，好，走开，给我。我错了。警方赶到现场，真侪查甫人合力将人压制掉咧，现场气氛紧张，都惊遭到伤害。是很多人，是很多人，警察也来了，我以为是在拍片。原来有真侪查甫人伫翕补习班的野营作业，向前分的查甫人来呛声，佮提出罗赖把，拄伫其中一人卡接片，威胁要攻击。就有一个人从后面把我架住，用一个硬的东西抵住我的腰，就警告我们这一群人赶快离开，不然他就要动手。我们就往后撤退嘛，但是他就一直不断的追上来，主要都是小擦伤，可能是在到地上的时候弄到。想起案发的经过，当事人是心惊惊，有2个人手骨分别受到刺伤。这代志发生在台北市东区的东华南路的巷仔，截至下晡5点多，好在在热心的民众协助斗阵压制，才无互冲突搁扩大。因廖兰情绪激动，且已经有伤人的行为，警方马上对廖兰实施管束，全案讯后依伤害、毁损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虽然原警到会涉案的46岁姓廖查甫人由原情绪激动，马上被管束。不过伊事后讲误会家己被翕到，不过警方将传含以伤害加毁损罪嫌函送检方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看台南市是稍早发生2件食安的问题，有民众去食面，怎讲去食到加纸的卡。另外一件是食出名的牛肉汤店，人客讲伫咧物料内面嘛看到一只加纸。政府表示讲会派人去稽查，限期若无改善，上当罚2亿。
但是卫生局人员透早来这间台南真出名的牛肉汤做客早，主要因为有民众普遍伫网络顶批销这间牛肉汤老店的酱料区，发现酱料内面有一只蛤蚱，而且这蛤蚱的色水掺酱料真相同，后民众抓一条唔敢去吃。还不错，我吃很多次都没遇到蟑螂，会很恶心，吃不下。应该是管理的问题啦，那个外面跟里面隔离不好的话，或是那个从水沟跑出来这样啊。一般民众的反应，当然看到食物内面出现汤团，会感觉强要品白。发现安尼状况，店家第一时间公开会实的对唔对？讲逐工关店时，酱料拢有冰伫冰箱，嘛讲初九的休困一天，做全面性的清洁消毒。基本上，我们餐饮业对于这种事情是完全没办法去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那我们后续会持续去注意这样子，然后跟所有的长久以来支持着我们的消费者们说声抱歉。那另外伫台南市东区，同款有民众伫网络顶讲，去一间卖面的店家，入去食的时，面内面竟然有2支蛤蚱的壳。这间店家原本拜受营业，但这阵公告公休一天。如有缺失，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借其复查不合格，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落实自主管理，加强内部管理机制，有助于确保所制售之食品之卫生安全。卫生局强调，2件食安记录的案件，拢会派人到场稽查，针对作业环境甲食品保存，要求业者限期改善，无够时罚钱。只是讲，安尼小连续发生有家跩走入去食品内底事件，恐惊影响台南美食之都的形象。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石署证实讲，目前台湾2种主要药草架线药啊，卡利硝甲幽妙化，因为国外即马欠原料，即马全台湾的库存拢敢若会当挡1个月尔，已经启动专案司机。目前嘛有厂商已经提出申请，等待审查。就是这项药草酵素卡利硝丸是全球少数会当有效稳定药草功能的药啊。不过这阵啊，却传出各大病院欠货，全台湾库存量敢若剩1个月，会不会叫病人真烦恼？我们在临床上就会用这个卡利硝这颗药呢，来补充这些病患的一些消化的一些酵素啊，让它的消化改善。医师讲，卡利硝原料是用低的药草炼制，目前国外原料欠缺，台湾嘛无同款的技术，致使原药厂含名药啊同时欠货。这款药啊主要是帮助消化。大部分是慢性腰鞘炎、腰鞘手术这个患者的使用。医师讲，部分患者若改变饮食的习惯，慢慢步，会当唔免伤过换颗药啊。细嚼慢咽啊，可以补充一些益生菌啊，把食物煮得熟一点啦，等等的啊，在这些慢性病患就可以达到差不多一个很好的消化的效果了，不见得一定要依赖这个卡利硝这个药物啊。国内虽有成分相近药品，为主成分含量不同，建议将该药品保留给已接受治疗且无法更换替代药品的病人。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去年2024年卡利硝药粒啊使用的患者差不多1.6万人，申报量是900万粒，健保支出差不多8000万。食药署讲，为了避免长年，已经启动专案输入，找找国外已经上市，不过台湾还未引进同款成分的药啊，而且已经有厂商提出申请，等加速的审查，后续会协助厂商补足供应，减轻患者的紧张。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台湾立法禁止体罚已经将近20年啊，不过有调查发现，这个学校内底老师对学生的暴力案件，是有将近70%的案件，拢是用新界以下处分来做收煞。教育部嘛表示会来加强通报、调查甲辅导机制，嘛会检讨老师的改聘办法。一些不适任的老师对孩子所造成的伤害，那是他必须用甚至一辈子的力气去克服。国家人权委员会用年外的时间，透过4641份文件，邀请学者办座谈，讨论校园老师对学生暴力处理的机制，发现伫通报、投诉受理、调查、追究责任，到上尾的辅导，拢也有真侪争议的所在。立法禁止体罚到现在将近快要20年了，但是大家还是可以从新闻报道，各位的新闻报道上面都看到，师对生暴力的问题还是常常发生。老师们也可能误将这个关系霸凌或言语暴力视为是管教的手法之一。
针对106项年度至111项年度老师对学生暴力的事件，无成案当中有65%拢是认定做情形较轻的。委员叶大华认为讲，在调查的阶段，大部分是以法律的定义来看老师敢受违法，毋是家己当做家己要来做是优先考虑。甚至在追究责任的阶段，有要7成的处分，拢是刑界以下或者是无处分。至于目前的法规认定的空间伤过零。作为一个考核会或教评会的成员，他如果今天要对自己的同侪去做这样的一个惩处，他选择引用的法条基本上就有很多弹性的解释跟应用的空间。我看到很多很离奇的辅导方式，比如说他涉及性平案件，结果就请他随便去找了2本书来写心得报告，这样子就已经可以过关。我很关心那个辅导的事情啊。那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老师要终身解聘，难上加难。教育部表示，会照报告的建议，为制度的方面来强化通报、调查甲辅导的机制，针对高中、中等学校教师改聘办法，嘛已经开始检讨甲修正，强调后续会甲地方政府合作，提出改善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花莲寿丰大高线最近受民众发现，一只白马暗时拢会走出来，路会走，报警察来处理。警方嘛表示讲，会通知饲主甲带回去，嘛会开罚单。有一只白色的马在路边走，去有热心的女驾驶扛去路边。这个小姐本身嘛是马教育中心的教练，所以真熟手安大马的情绪，甲牵勒防止伊搁走去斜路的。放开会跑，会跑。大概是大马路上，刚好路过，想说怎么路上有一只马？哦，你们这也是那个？这也是养马。哦，这么刚好，不然我们这么刚好。这个事件发生在初时晚6点外，民众赛车经过台九线213公里的所在，发现一只马在斜路走。经过警方调查，这只马是附近一间农场饲的。像我们的员工在后门丢垃圾，按后门没关好就被他跑掉了。后续已联系事主将马匹带回，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告发。加在规个事件无造成任何意外，警方照道交条例，甲马的主人罚300至600块，嘛呼吁民众唔通互动物伫咧斜路走。若是超工的，也会以违反社会特殊医护法第91条处分。若造成交通事故，嘛会有民事赔偿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即马宣布禁止用喷来饲猪，这原本的喷就要用笋糖去消化。中华河米清洁队甲民间的业者拢有咧饲，不过最近这个业者煞因为臭味问题去互居民来抗议。清洁队这边嘛提出建议，讲这手动来喷，就要赶紧来脱水，这是关键。伫平台顶这200公斤经过加水脱水了的喷，效果看内面有50万只笋糖。10天内就规个拢食了。中华关河米林清洁队各家开始用笋糖来去化喷，现场拢无闻到臭味。那东江的啊，我们就把它分解，把它脱水的话，它干燥都无啥味啊。1个月现在气化消化我们的生熟处理，差不多将近200多吨。中央宣布禁止用喷饲猪了笋糖，诚济正热门的去化方法。不过其他乡镇是抗议声诚济，鹿港的污电公司一个北斗的塔尼生机，拢饲笋糖来去化喷，做做饲料甲肥料，不过味正臭。最后吹到连续2天拢有人抗议。这些居民拢闻到这个恶臭，当讲长期性嘛要求因公司来做改善，但是公司拢无来做改善，这实在非常恶质。臭甲都袂便宜啦，规日拢有，暗时嘛有啊。伊顶回10月13讲的时，伊都拢无改善半数啦。中华县环保局讲，全县一个月喷的量差不多2130吨，河米清洁队3000多万只的笋糖，会当去化200吨。民间的笋糖厂除了会发，也要求业者爱装抽气复发设备，以后若搁要申请，袂使伫人多的所在。希望的就是业者他的厨余不要放太久，经营事业的这个地方应该要慎选场所，看是密闭或者是要用抽气的方式形成负压。废弃物处理向来都是源头，你做好前处理的时候，你后面才不用去
用更多的成本跟设备，你要去补破洞。你说它在发酵了，你说你有怎样的抽风设备，它味道还是会逸散呢？为了要解决喷的问题，全国有10个个清洁队来河滨镇参访，用顺塘去化喷。环保团体赞成用生物方法来处理喷，循环搁再利用。因我认为喷收大了，安怎建立标准的作业程序，赶紧赶脆脱水才是重点。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响应永续的目标，环境部推动循环经济，希望会当来减少废弃物的量。今年也甲这企业来合作，开发出6件循环设计产品，或者公部门甲民众拢会当来买，做伙来支持。这红色的椅仔拢是依照循环的理念落去设计。业者讲，阿鲁米伫国外是互认定是上好的循环材料，因为会当100%回收，阁会当重新做出新的阿鲁米产品。这届受到环境部和台湾设计研究院的支持，所以因着和国外设计师合作，推出这只椅仔，用98%以上的阿鲁米来做。阮这种椅仔使用寿命拢超过15年至20年，阿鲁米的迄个一寡技术拢有用到，像这。有迄个重力铸造的，有斜形的，有棒类的加工，像阮的椅啊，拢是咱爱伫室内袂使有噪音，所以这是阮的专利，就是软套的，内底有一个软的所在，这嘛是回收材，就是咱回收的细胶。阁有大家伫户内拢会用到的雨伞，根据统计，平均一个人拢唔拿1支雨伞。台湾当年单调的雨伞上千上万支，因为雨伞真侪材质，无人想要回收，所以有业者即马研发出会当换零件的循环雨伞，海去换零件唔免规支单调。环境部循环署推出循环经济，今年总共开发出6件循环设计产品，有椅仔、有雨伞，也有文具等等。我们的产业的这样能够去提出我们这个绿色设计的产品，那政府这边怎么样来鼓励哈？如果我们这个法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法令来规定，甚至是鼓励我们这样循环产品跟服务的一个发生哈。那这个都是可以促成我们产品循环采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循环署长表示，政府也打算透过法规来鼓励更较侪业者投入。另外，为着要提升民众对循环产品的接受度，也伫高雄设改造据点，有示范教室，希望透过政府、产业、民众共同打造循环永续社会。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台湾的布袋戏对庙埕搬上舞台，即马搁行入科技的世界。中央社出版的电子册《岛史文化史》是以采访报道的方式记录台语文的书写、古籍的保存、甲艺文工作者的生命故事。庙口搬到新科技，这红仔是愈来愈神奇呀！张那顺用乐器唱出搬戏人的心声，时代的改变，真侪传统戏曲拢在做转型。不过改变的过程真困难。不离诺剧团创办人郭建富分享，当初有真侪想法想要做创新，不过老一辈布袋戏人较保守，甚至反对，所以伊才有创团的想法。这些意见我们提供给老师们，有时候老师就因为3句话，而我自己后来创团。第一句、头一句就是你唔捌啦。第2句就是代志唔是你想的安尼啦，第3句就是这个代志真困难。同款是八宝地戏团的社鼓手蒋中剧团团主也讲，因伫台中在地已经有60档的历史，平常时除了办仙戏以外，伊也会举一寡文化场向地方政府提案。嘛，官生笑讲，除了演布袋戏，也无啥物才调啊。后来结婚生小孩了，小孩是我老婆在带。我们不能讲被你骗了，那就生活白痴。我爸爸也是生活白痴。我爸爸上了台之后，他拿了麦克风，他就是神。下了台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这2位拢是中央社今年新出版的电子册《岛史文化史》的主题人物。中央社逐档拢会甲报道过台语文书写、古籍保存和地方文化故事才会报道内容。自一做电子册，透过人文角度的采访，希望透过一篇搁一篇的累积，为台湾的剧文保存留落来记录。记者台选曾俊佑台北报道。伫咧瑞士有数百年历史的约德尔唱法，官方已经正式向联合国来申请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瑞士政府嘛强调讲，这约德尔唱法毋那是一种山顶饲牛放羊仔的喊法，伊是一种声乐技巧，贯透文化甲语言。
演唱者真长河海甲声伫水师的田园中传出来，这是水师有名的约德尔唱法。这种唱法上早是山区放牛放羊的一个囡仔用来传递信息的大声的话声，唱成做水师文化的代表。水师政府已经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提出申请，希望外界看到这样传统，已经对面小行入现代舞台，无论伫爵士、古典到哪草音乐，拢会使听到约德尔的存在。The very typical thing of yodeling in Switzerland is that we use the sound colors of the voice, so we call it register. So we change between head voice. This is we do it most time with the vowel oo in combination, and we do also the chest voice. We do it with the vowel o. Very typical is when we change between these two. 这阵约德尔唱法伫全水师大约780个团体，超过12000名参与者，形成特别跨世代文化能量。学者指出，水师的约德尔比这个隔壁国家更加有技术性，无论是北部的阿彭策尔偏柔和的旋律，也是中部较短较强烈的唱法，拢展现各地文化的差异。更加重要是，约德尔已经毋单是传统的声音，而是瑞士人共同认可的第5种语言，代表民族的身份，也展现跨越语言限制这个组合斗阵的力量。Le yodel, il est associé à des fêtes, à des rituels. Il est aussi associé à l'imaginaire de la montagne, de l'alpage. Donc on le trouve très très présent dans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Suisse. Ce qu'il faut dire, c'est qu'il a ce volet traditionnel, mais il est aussi très contemporain. On le retrouve dans des formes actuelles comme du jazz, comme de la musique contemporaine. Donc c'est ça l'intérêt du yodel, qui est très présent dans différentes formes culturelles. 瑞士的约德尔是毋是获得伫今年底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预计12月中，UNESCO 委员会会公布这个结果。无论国旗是安怎，这项源自山谷的歌声，早已经是瑞士文化上特别的符号之一。公视新闻郑伟林编译。即马是有愈来愈侪人喜欢伫咧网络买物件，为着要处理这大量的包裹 ，Amazon 就设这个 AI 机器人来倒扣货。其中伫咧英国的物流中心，就14个卡球场遮尔大，内底是有2000只机器人，依照不同的任务来分工合作。真受全球消费者关注的欧式拜购购物节过了后，刷落来个耶诞节，继续拍节拍袂了，互真侪民众真期待，想要趁机会抢俗物。也因为人工智慧的发达，加速网络购物的发展。根据调查，美国的消费者伫欧式拜购之间创下118亿美金的消费额，大约是低票3708亿。也那网络购物的比例是比去年增加10.4%，实体店面敢若增加1.7%。为着应对大量的包裹数量，美国的跨国科技公司 Amazon 伫英国的物流中心内底加强配2000台个 AI 机器人，因会伫跨网网的仓库内底四个死，甲规个货物的架送到清货人员面头前，互因会使按照人客订单，经正确的商品甲数量，缩短找货物的时间。We've brought on fixed-term contract associates in addition to our permanent workforce here in Bol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get to the capacity required for this busy period of the year. Looking ahead, we're going to ship millions of shipments per week, and that's hundreds of thousands per day. Amazon 伫物流中心使用 AI 机器人已经超过10年，处理无同的任务，有无同类型的机器人，亲像送货自主移动式机器人，阁有精准分类清货的机器手，甲会走条码的控笔仔。Amazon 公司表示，因伫全球的出货流程已经有75%拢是采用自动化的机器人系统来协助。英国的这间物流仓库占地28558平，是含14个卡球场平大，控笔仔是有24公里遐长。也若搬回 AI 机器人4个走总，一天累积的路程要40公里。Which is one of over 30 within our UK network. Each of the orders that gets assigned to this building gets picked, packed and shipped in less than 2 hours. And we do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times every single day. Amazon 伫自动化物流系统投资的金额已经超过800亿个英镑，大约是台票3.32兆，并且承诺到2028年会阁投资400亿个英镑，大约是台票1.66兆。
因啊，对内卡布甲物流变甲更较自动化的公司也表示，这款转型甲趋势，并不是干那 Amazon 有，伫全球有更较侪做小卖的公司，当大着投资伫机器人甲软体设备，加快配送的速度。公司新闻新路北编译。下播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至24度。中部地区17度至27度，南部地区16度至28度，东部地区19度至24度，外岛地区15度至23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